来啊，小主播，啊，我也可以，我也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在我这吃，顶的啊，来，俺们也可以来，对去光。还有看见上不得饭后头也怕他。一个商人的儿子商人做主，作为汉部来讲，这还寻人事代天命。埃个地方，一子半年也来着。我想定做一个撞见。我盘子收在十几高金钿，阿有啥通通回来我不要。我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啊，你找到我们就找对地方了。看来你们这里是专家门种啊。对，专门解决疑难杂症。你这是干嘛？压模具。我怎么看着像变戏法？我看人家做都要敲敲打打的，你都哪哈形容啊？是说出来的啦哈。我这怎么叫疑难杂症呢？写赖经理的挂件好了。奇怪了，你们能做，为什么其他店不能做？我看不出有啥个花头精啊。因为你是外行。一个上帝在当我看我的书，自家吃饭饭。一看就是送给你孙子的吧？现在还不能确定。一看你吃饭个态度也端正，自家吃么谁挂了你是头经理，如果一懒娘再来只鱼么谁挂了我头经理。阿爸，我从现在开始自家吃饭饭菜，还是进步搿上大啊！哎哇，一起看了金枝米啦！哎呦，我店里人单蛮多个呢，都是你的粉丝。而且门口里侪是地铁站，哪不能寻上一块风水板的个家？皮嗅觉。